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我都无想要住伫恁兜啊，而且即马毋是讲要住的问题，我连收入都无呢。假使我找无头路，家己开了了，我连500拢付袂出。我才想看卖，敢有其他的办法。啊，咱会当找民风阿姨斗相共。你若想来想去，拢是想你的亲人。毋是，阮兴华有一个奖学金，拢是民风阿姨伫管的。迄个奖学金就是互有梦想、有计划、有需要、有欠一个人申请的。安尼我学校敢袂当申请？袂呢。你会当转学来阮学校啊？有我甲小凯伫的，你较袂无聊啊。吼，你是陈宇外派来啊？叫我好哈？恁两个即马是要串通是无？冤枉哦！我甲伊比，甲你搁较无熟，啥物串通？迄落奖学金本来就是学生才会当申请的。你若毋是，你去问吴晓丽的，有申请过哦。还是讲晓丽会呢？你袂呢？啥物叫我袂用啊？我若是认真，连我家己拢会惊。安尼哦，怀着你的目的。就是离开台北，摆脱阮理智的控制，安尼你就搬来阮兜，甲阮做伙读同一间高中，搁准备一份日本留学计划书，互民风阿姨。到阮兜这段时间，厝数偌济，你就互阮偌济，无够的所在就先写落来，等你趁钱才互阮就好啊。对哩，你真正是天才呢，计划甲足透动的，小快。恁爸敢会同意互我住伫恁兜？而且我知影伊足讨厌阮阿姐，我阁感觉伊嘛无啥介意我。袂啦，伊生气的人也毋是你，只要阮儿子甲恁阿姐无伫的，伊才变大管你。话你住的这段时间，你着做家内事，而这个人大头家做管事啊，你才互伊感觉你有一点点仔的贡献，啥物拢袂讲。咁安呢？对付阮爸，我是高手呢，拜托诶！到时阵教你几步对付伊，行，你去。袂。来啊，阿姑伫的，阿姑互你靠。袂啦。莫伫遮翅膀啊，紧入去啦，行。来，你甲这盘水果摕去互阿公，然后就照咱讲好去甲伊讲，听民风阿姨就对啊，加油！阮都在边仔斗相共啊 ！Go go go！ 去 go go go！ 这摆是安怎？请食水果。多谢啊。
讲话啊，讲出来啦！要有啥物代志是？这互你，这是啥物啊？借条、学费、厝租、食饭钱、借款人讲卡庭，你话这要创啥？因为我即马未18岁，还未得到监护人的同意，出去外口拢无人敢租厝互我，嘛找无头路。而且我真是无想要转去甲幼娃阿姨，还阁有阮阿叔住做伙，所以才想要甲阿公参详者。我敢会当暂时住伫遮，然后费用共款算，我会阁加一行李。大落了后，你有啥物暗算啊？我暗算转去张友丽的学校，甲高中读完了后，申请新华的奖学金，然后去日本留学学化妆。当我申请到奖学金，我就会当加一部分的钱行李。假使申请袂到，就等我做化妆师了后，再趁钱行李。你放心啦，钱我一定会行李。平常时我嘛会当斗相共做家内事，拄一部分的费用。哇，安尼毋是甲迄落打工换宿共款？即马真流行啊，真好呢，爸你就答应伊啦。有靠家己趁钱想法真好，要毋过我希望你是认真的。住伫遮，我袂干涉你啥物，要毋过你爱遵守张家的规矩。亲像之前卡袂到就发性地，无欢喜就离家出走这款代志，我是无法度接受哦。你爱先考虑清楚。答应伊。莫看张友日，家己的未来家己做决定。好，我愿意遵守张家的规矩。妈，真好诶！大叔，地纸黑字照条伫咧遮，我想卡停，迄地会当好好遵守咱张家的规矩。来，坐。有啦，你若住伫遮吼，厝内嘛，才加一块碗，甲一双猪啦尔。大遮吼，我嘛会照顾你啊。尤其吼，你若住伫遮，阿祖嘛加一个伴会开讲啊，对无？对。既然大家拢赞成，好，就照你拄则讲的来执行。同时，我嘛会甲对读友日共款，互你收费，你就安心啊住落。多谢阿哥，多谢阿祖，多谢阿。嘉诚，我看卡婷甲友丽的年岁差不多，而且伊嘛毋是你真正的查某孙，敢会互伊缀友丽，就缀咧大家叫就好。安尼好，叫我阿嬷就好啊，莫叫阿祖啦。叫阿祖，我感觉家己吼脑甲骨头拢会拍破。我无意见，大家听惯势就好。我有意见，我还是算你的时大，你还是爱叫我阿姑啦，吼，乖。欺负时大哦。你是安怎？遮尔爱做阿姑哦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要做时大吼，过年若到，你得爱包红包互伊哦。卡婷啊，来，你叫一下，叫回冠士哈。多谢阿嬷，多谢阿舅，多谢阿姨，多谢张友丽。我是毋是有甲你讲，阮爸是历史上上开明、上 nice 的爸爸？吼，爸，我拢已经甲卡庭留落来，安尼嘛算是立大功，是毋是会当加一寡收费？你确实立大功。来，你伫卡庭的名边啊，嘛签名啦。现做我爱签，甲我有啥物地带啊？你既然敢甲卡庭来找恁爸做模底啊借款，安尼就来做保证人。以后因若有啥物违约的所在，我头一个找你，靠你的收费。
阿妈，林阿姨，恁买枪。我唔免啦，你就代表签就好啊。我甲你民风阿姨也无所谓，会当互恁老爸哭啊。阿妈，唔是啦，拄则咱唔是讲好，你袂当才过分。你上乖，你是天底下上乖的孙，好无？啊，你迄签的吼，甲卡庭的物件摕去楼顶整了好势哈。明仔载吼，带去学校好哈，哈，乖。影响。莫看我，这无是你教我的呢。拢互你欺负啦！安尼先等房间。啊，紧紧。还是嘛有办法，有法度互卡廷留伫咧厝内，阁会当互伊甲高中读完，安尼有我就袂烦恼啊。毋是我有法度啦，即个囡仔的个性吼，就甲幼我共款呐。迄行路若无行到弄着壁吼，伊袂回头啦。对，讲到幼我吼，嘉诚啊，你敲一下电话互伊啦，你甲伊讲吼，卡廷咱安搭好势啦，伊甲恁家代志吼，紧处理好势啦。要敲恁家己敲，我甲伊无啥物话通讲。迄恁查某囝呢？爸仔囝哪有啥物见面仇啦？敢讲你一世人拢袂甲伊讲话啊？你敢若真实的呢？哈？你这个个性嘛真倔强呢。讲到幼的个性形象，我看伊就是生理啦，搁假讲别人。妈，无要紧啦，我等下敲电话互友啊。随在恁啦，我嘛不爱管啊啦。规定吼，要敲唔敲随在你，我要困啊啦。落心落命有影的。好，暗时我会搁调请，明仔载见面讨论。咪来啊！想靠你。等阮期，设计搁要改啊。哈？我会改哦，这钱嘛是有歹趁啦。先莫管迄啦，我甲你讲，这间厝我已经找透透，干那找一包面尔。毋过我这面有拄实，袂伤烂，拄啊好，哇，好够 Q 的，搁加上我动两个字，有好食的，真食。面若是变大就歹食，你搁毋食，我是找无另外一包，搁替你出钱哇。对嘛，先食，食饱才想。小看。袂歹食呢。对吼，拜托诶，我伫国外搁大有名的灶骹内底走跳过。你搁做过总铺师哦？哦，总铺师是无啦，也毋过以我的智商，基本上我看一届就会晓煮啊。你搁做过啥物？你敢会当一概讲清楚？我的人生经验遮丰富，哪有可能一概讲会完？我也无像阮阿兄，一世人拢咧顾家庭，拢咧顾即间事务所，倒位拢无法度去。你吼，着甲伊一模一样，一世人顾伊留落来物件。我甲林浩，才毋是你讲的安尼。阮有约好，要做伙去看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建筑。只是阮一直在等工课结束，等伊备好。即马讲这敢若无啥物意义啊吼。对啊，讲这足无意义的，咱不如先想办法渡过即摆难关。你也是看卖哦，事务所需要周转，然后咱每个月搁爱欠生活费，本来搁5万零8，即摆恁爸连1仙钱都无爱互你。今我大面食完，后一顿在倒位都毋知。
会赶紧完成刑法的 case， 真紧就会有钱啊。哪有可能？你拄则毋是接到电话，讲要休假？哎，讲正事，伊毕竟是恁爸，我感觉你着放路软，该回死的袂减一个吧？阮爸，免想，是安怎？我感觉伊看起来真关心你啊。我自真细汉时阵就发现，阮爸根本分袂清楚爸爸甲头家这两个角色的差别。伫厝内，大家拢爱听伊的，伊惯习用家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伊根本袂去想，伊安尼做敢会伤害到别人。包括这两个的婚姻，毋是我一个人反对尔，伊也嘛是共款结婚。安尼哦，伊无顾大家反对，然后一个接一个娶，迄奇怪呢？咱两个结婚，伊是安怎要阻止哈？伊安怎想是伊的代志。只要我决定要守护的物件，不管搁较困难，我拢会坚持落去。林凤阿姨，有啊，阮已经甲卡廷讲过啊，伊同意住伫咱兜，而且答应转学去幼儿的学校，继续甲高中读完。你讲伊拢答应啊？所以你暂时会当放心啊。明仔载你着甲工人家转来，去替卡廷甲学校手续办好。好，我知影，阮明仔载过去。多谢。小款，伊答应啥物？卡廷决定住伫阮兜，然后嘛要转学过去，甲幼儿做伙甲高中读完。吼！我靠！敢会伤寒？咱有喙讲甲无烂，开话一开来，伊根本就无想要插咱的意思。啊，即马跋去恁兜住一工尔，伊就啥物拢答应啊！恁兜人嘛真厉害。我想，伊是想要摆脱我。哎哟，你莫想遐济啦！我甲你讲，迄种查某鬼啊，你甲伊认真，你就输啊！无你靠，伊即摆伫恁兜食好料，足爽的，然后咱两个伫遮落魄食大面，而且伊若知影你伫伤心艰苦，无你靠搁较欢喜。莫插伊，食面啦！叫你莫想，我愈想愈气。吼！小爸，接我。有关，卡廷已经甲我保证，伊一定会甲高中读完。伊住厝内嘛好，安尼厝内的人会通顾伊，有理嘛有一个伴。多谢。迄天恁爸伫咧生气，讲了有较重，也毋过伊也是真关心你。既然卡廷已经安踏好啊。你是毋是爱趁这段时间，甲工人家，甲关系处理好，紧甲代志解决？我相信恁爸就袂阁生气啊。阿姨，转学甲学校拢已经办好啊，明仔载就会领册甲制服，足好诶。偌济多好啊！为即摆开始，我诶代志免你管。你讲毋免管就毋免管咯，江卡廷，今日若毋是我出面，你敢会当顺利转学？你去张家上好，甲较乖咧，莫甲我惹麻烦。到时阵要到我这个干部人要甲你带走，就算你想要哭嘛，哭袂出来。阿姨，咱来转，莫吵。
友啊，我拄则讲的话，你好好考虑看卖。安尼卡廷就麻烦你啊。你放心，卡婷，咱来去。对啦，丢啊！拄则恁阿姨讲迄句话什么意思？伊是毋是嘛希望你转去，甲恁爸啉毋对？我是感觉，既然拢转来啊，规气就转去一抓，该讲清楚啊！咱离婚啊！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雨停了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容颜下。对啦，丢啊！拄则恁阿姨讲迄句话什么意思？伊是毋是嘛希望你转去，甲恁爸啉毋对？我是感觉，既然拢转来啊，规气就转去一抓，该讲清楚啊！咱离婚啊！啊？你在讲啥？既然卡廷已经安那好势啊，我感觉咱就无需要加结婚。毋是啊，毋是讲好假结婚2年，这几工你就反悔，你欠我的钱要安怎？我即马就是无钱，我是会当安怎？不如互你较早去国外，机票的代志我会阁想办法。我要去杏花开会，你先落去。哎，毋是，丢啊！你甲话讲清楚，丢啊！你无钱也毋过恁爸有，我先去找邱家成主动讲离婚，讨一笔赡养费才讲。刚才是，请问你有啥物代志是？我有代志要找恁董事长。董事长无伫办公室，你有啥物代志，我会替你讲。也毋过这件代志足重要的，我要甲伊见面讲。歹势，可能要麻烦你另工才来。你拄则听无？我的意思就是讲，这件代志足重要，我要甲伊见面讲。要甲我讲啥？董事长，无要紧，我来处理就好。你替我甲后一个行程延后。是。你要来。坐啦，你有啥物话要甲我讲？董事长，拄则我甲友啊已经去学校替卡廷办好转学啦。恁真正足厉害，一下就解决啦。既然卡廷已经安踏好啊，我想阮的婚姻就无需要搁继续啊。只是进前友啊有答应我一寡代志，也无我看伊目前的经济状况，应该是真歹做到啦。讲看卖，伊答应你啥物？是安尼啦，伊答应要互我1000万，我想这笔钱对你来讲无算啥物。我只要摕到钱，我就会马上离开伊，马上离婚，然后马上离开台湾，绝对袂耽误到伊未来。钱我会当互你，也毋过干那甲友啊离婚也无够，你要想办法，可以放弃伫台北的一切，倒来处理生活。哇，这有淡薄困难呢。董事长，因为友啊伫台北有工课，而且阁有阮阿兄老伙的厝甲公司，也是因两个共同的回忆。我感觉以我对友啊了解，伊应该会唔甘离开。伊只要留伫遐，无法度袂记你过去，伊就永远无可能开始伊的新生活。你安尼讲嘛无毋对啦，只是无想要互阮阿兄的心血白了工，所以
是真正足认真、足拍拼咧顾迄间公司。有时阵我伫边仔看，其实嘛真毋甘、真感动。迄个小所在嘛当叫公司哦，搁再讲伊根本就做袂起来，为啥要找兴华讨 case， 而且搁甲我村长讨钱啊？讲较白咧，伊我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欠钱，无钱，啥物拢无法度做，嘛无法度解决。家庭的代志恁无用偌久，搁无啥物结婚，结果我用钱就解决了。即马为着互伊我摆脱你。我咪当用钱解决，你今日就是来甲我村手讨钱的啊！为了帮助友员，钱我当互你无问题，只要达到我的要求，互伊放弃公司，转来处理。1000万，我马上叫人汇去你的口座。金秘书，通知司机，我要出发啦。我自真细汉时阵就发现。阮爸根本分袂清楚爸爸甲头家真个甲是的差别。伫厝内，大家拢爱听伊的，伊惯势用家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伊根本袂去想，伊安尼做敢会伤害到别人。你伫笑啥？你感觉真好笑是吗？袂好。一点仔拢无好笑，我只感觉真罕过。董事长，到底张活对你来讲是你的查某囝，还是你的员工啊？我想张活应该是员工啦，因为听你的口气，敢若是你付钱，互伊薪水，伊就爱听你的。你叫伊往东，伊袂当往西。伊袂当有家己的想法，袂当有家己的主张，袂当有家己的意见，安尼毋对啊！敢若比员工搁较不如呢？因为一般的员工等去厝里下班，搁有家己的生活，毋过张活袂呢。做你的查某囝，就要照你的想法去做。所以，张友活到底是你的啥物？还是？你的财产，董事长，你拄则讲的我拢认同。无钱，啥物拢袂当做。毋过，毋管你出国较侪钱，张友活，永远是张友活。只要你无改变你的态度，伊永远是迄个离你上远的查某囝。我想咱这笔生意是讲袂成啊，使用那啦。江林哥，你哪会在遮啊？我毋是叫你先回去。啊，就我无钱啊，想讲来遮等你开会结束，才做伙回去。电梯来啊，入去啊。离婚的代志我考虑好啊，我安怎想拢算袂好，我离婚啊。我真是无钱互你，阮爸嘛袂甲我斗相共，你留伫我的身躯边是咧无采时间。哎呀，我无差，我无着急，而且我相信你，你遐尔有才调，1000万对你来讲简单，2年内一定趁会到。你毋是一直真想要紧去国外接 case？是啊。啊，毋是你害的，伤久无甲国外迄边联络 ，case 拢互其他猎警司抢走。我即马只会当踮伫遮等机会啊。敢真是嘞？无咧，你也准我愿意哦。总讲一句，
你即马欠我足济，你要赶紧趁钱，赶紧甲兴华这个 case 完成。I'm watching you。暗顿还是食大面哦。你敢有食咸？我之前甲一个湖南的总铺师学一个有咸的酱，哇，迄个咸的大面超好食的。你阁会晓？当然啊，哇呢，小可嫌我会用的。安尼咱转去落的就顺续去超市买面。等下，一点仔钱咱阁有哦。有。安尼就好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欢迎周总监。多谢大家，总监，以后过新山事业部，我会靠你带领哦。多谢大家。未来阁需要大家斗相共，协助我了解各项业务。总监，我来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品管组的廖组长。周总监好。廖组长，听讲顶个月恁后室出事，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！多谢周总监。然后这位是二厂的陈厂长，这位是运输组的余组长。大家辛苦啊，辛苦啊！我知影大家工课拢足无用的，所以我嘛无想要耽误大家的时间。恁即摆会当转去做代志啊？是，大家就转去家己位。总监，办公室在这里，请。来，总监。总监，实在是真歹势，因为人事命令受突然，袂赴替你安排新的办公室，就互你先伫我的办公室办公。安尼哪会好意思？安尼你伫倒位办公？我伫外口甲大家客一下就好啊啦。哦。哎呦，李经理要退休啊，坐外口就好啊，对无？李经理。是啊。也毋过有啥物需要，还是应甲我讲，我会替你处理。对啦，敢需要总务组的人甲遮整理一下，有啥物风格是总监较介意的？无需要遮尔麻烦，即摆安尼就好啊。对啦，李经理，我希望你赶紧替我整理一份各单位的工作进度，我想要量早了解情形。是，我马上交代落去。对，阁有一件代志，进前听讲，公司的客户违约退了，造成咱库存收济的问题，这恁后来安怎处理？我有甲周总监讨论过，伊的意思是，这老客户拢是秀管总经理时代就开始合作啊。退了，大家拢已经当作是当然的，就先莫去处理。李经理呀，话袂当安尼讲啊，咱袂一直替客户切尻川啊，安尼对咱公司嘛无好。总监拄像恁新人新气象，不如就趁这机会，把一寡老问题拢处理掉，安尼毋是真好？改革总是会有困难，也毋过嘛袂当放任不管。李经理，你是公司做上久的主管，这件代志就交互你处理。安尼嘛表示讲，咱尊重客户，也毋过我立场真清楚，咱甘愿改约，嘛莫退让。这嘛是董事长的意思。知影，我会处理。总监，敢卖我带你去工厂行行看看，若有啥物问题，你就直接讲，阮就直接处理啊。嘛好，行。李经理啊，你敢袂感觉这道壁有淡薄垃圾？你敢卖叫人来擦一下啊？好啊，无我叫总务组派2个人来甲这道壁整理一下。无需要擦，我只是感觉这相片看起来有淡薄仔乱，该收起来就好。对
对嘛，我就讲过，这个相片看起来真乱，你就是唔信。李经理，总监，你放心，我等下亲身来处理。安尼就麻烦你啊，李经理，哎是麻烦你带我到其他的所在看卖。啊，总监这边请。你搁要请假？你这个月请几工啊？你过去时节倒去带囡仔啦？什么代志？哦，报告总监，伊想要请假，要不过理由一大堆，这个月已经请6工啊。为什么要请假？这是新来周总监，以后工厂拢伊管，伊问你什么，你就回答就好啊。周总监好，拄则运营中心打电话甲我讲，阮查某囝发烧啊，卡输无爱马上带转去，后个月就袂用带囡仔去啊。我真正毋是无代无志请假，我家己车养囡仔，囡仔破病毋是我愿意的，而且我袂当无顾啊。我了解，我准你讲，你物件款款的，紧去接囡仔。多谢总监，多谢总监。总监，女工作妈妈就是有这种困扰，毋是我无通融。上到囡仔袂破病发烧啊，可是每一个妈妈拢2、3工就来甲我请假，安尼咱工厂毋就无人啊？李经理，你毋是嘛安尼想？李经理，我问你，一唱二唱加起来，囡仔还细汉的妈妈，到底有偌济人？歹势，这部分的资料我无算过。冠华，这件代志交予你处理，你去替我算看卖，需要照顾囡仔的同仁到底有偌济人，整理一份苗单给我。好，我马上处理。真正会予你害死，我就甲你算上。就困一个觉，哪会不断只枵？你要5点啊？对啊，你要食啥？我甲你看电视。哦，你拢无是要食啥？我还袂记你还有这 dinner time， 紧来吃。这是啥物啊？吐司边啊，楼骹做早顿的，毋是逐工拢一大包一大包吐司边安尼带，我迄工就甲伊讨一包，冰在冷冻库。这敢会食的？我是无互你收费哦。拜托的大小姐，3万块是有够用哦。最近咱为着卡庭的代志，安尼走来走去，油钱拢对迄3万块内底找，早就开完啊！你毋通看这小小的吐司边无，伊是咱的救命仙丹啊！给我摕面者，先啉水，啉水，啉水。我看你伫咧敲电话是靠啥啊？之前伫阮同学林正元迄边接的 case， 伊尾款一直还未落来，我要找伊讨，也毋过伊拢无接。你找伊找偌久啊？对早暗开始到即马。免卡啦，落跑啊啦！你就是大家拢甲伊共款哦。啥物甲我共款？你迄个同学遐尼介意你，伊哪有可能毋接你的电话？你尾款收袂着啊啦！我明仔载就直接去因公司。我甲你讲，这种物件我不爱食，
你去便利商店替我买食。哦，好啊，我钱。摕去。等下，敢讲你即马身躯，敢若剩一张500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摕去。等下，敢讲你即马身躯，敢若剩一张500。我甲你讲，咱两个即马着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。这吐司面真正袂歹，你着猛食啦。对啦，你毋是有甲兴华讲你要申领一部分的设计费，啥款？时间落来，敢要打电话问者？我无想要互人感觉我真欠钱。哦 ，OK， 大小姐有志气，你唔卡，我卡。江林杰，你莫闹！江林杰，喂，你好，麻烦替我转财务部。金华财务部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这边是万鼎事务所。阮的设计师陈友华小姐，甲恁的谈判期总监有讨论过申领设计费问题。恁总监嘛答应啦，请问一下，迄部分的设计费什么时阵会落来呢？好，我替你查者，请稍等下哦。有听到无？一通电话就解决。喂，先生你好，拄则替你查过啊。阮庭事务所申领设计费的签订，董事长无核准，所以我嘛无法度家己互你。毋是，大家拢是一家人啊，恁董事长就袂当通融者，然后就甲钱互阮哦。阮知影，多谢。对啊，恁爸哪会安尼啊？咱是先该摕，啊，毋是白白该摕钱。伊就是安尼，顺业意就是亲人，无顺业意就是外人。即摆要安怎？你摕去买啦，我只有一个饭碗。等下，今日拜几？拜五。Friday night。即马咱翕到万普百货集团执行长刘义勇入去饭店，刷来，就等今日的女主角出现啦。你来的时阵，敢有发现有人伫？无啊，我真细腻啊。楼骹柜台讲有古仔。拜托，紧开车，有派人伫缀我。即摆兴华甲艺人有一个计划，阮想要请袁助理做新闻档的代言人，而且阮阁要找一个查甫，甲伊做伙翕海报。就伊啊，就这个叫交换 model， 上班活力，伊来甲助理合作，绝对是 perfect match。啊是陈总监，你无想要互大家拢熟悉伊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帽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
还是回到那原点。